陪出去陪伊录碟。藏人小朋友学藏文，句型班。미밍 첩칙， 人称代词。哪里看见不被看出意，自卑本中爱一怕语音，看里的那给了的路嘞，去担心他一辈子的中。第一人称。我，我，差哪如错，错，我们，人，考验去公益三亿，人你，我们俩。第二人称，卡也的卡全部卡他卡，人，去让你，卡也的卡全部卡他卡，人，差哪如错，去让错，你们。第三人称，卡那如空空，他，卡那如空差那如错，空错，他们，马那如魔，人，魔让，女生的她。远近指示，熬打起骨敌，这，他整部提，那，熬打起骨敌，差哪如错，顶错，这些，他整部提。差哪如错，挺错，那些。